我叫阿兹古里艾萨，今年59岁，是阿克苏地区新河县粮食局退休干部，目前居住在阿克苏市。我有2个女儿是教师，我平常在家帮他们带孩子，享受着天伦之乐。最近我身体状况不太好，住院治疗花费了11000多，自己只掏了300多，剩下部分都由政府医保给我报销了，我非常高兴。我父母因年老多病去世，我们都在跟前。我的弟弟多利孔艾萨居然在国外拿我父母去世这事抹黑新疆，实在是没有天理良心，我们非常痛心。大家好，我叫阿达莱提阿布利米提，是多利坤艾萨的外甥女。我舅舅多利坤艾萨是市委会主席，以前他做过很多分裂新疆的事情。我作为他的亲属，对他的这些行为感到非常的羞辱。但是党和政府并没有因为我是多利坤艾萨的外甥女而在各方面区别对待我和我的家人。我从上小学开始就跟同龄人一样享受免费的国家教育，大学毕业以后也跟同龄人一样通过考试考上了教师岗位，成为了国家公职人员。我的丈夫也是国家公职人员。我母亲的兄弟姐妹有4人，在阿克苏市里我们就有60多个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国家公职人员，有的是医生，有的是教师，还有干个体的。我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勤奋劳动，享受着美好的生活。我叫阿西亚姆热曼，是多利孔艾萨的嫂子，今年56岁，以前在阿克苏教育学院当教师，退休后在家看孙子，照顾娘家和婆家2家的老人。我们一家人生活的一直很好，儿子儿媳在学校、医院、电视台工作，根本就没有多利孔艾萨外面污蔑我们遭到政府的拘押迫害的情况。我去招聘中心参观过，我感觉招聘中心跟我工作过的大学没有什么区别，学员的精神状态特别好，他们很开心，因为他们学会了国语、法律技能。招聘中心从来没有限制人身自由，学员有丰富的文体活动，定期可以回家，饭菜都是清真的食品。我知道有很多的学员毕业后在政府的帮助下找到喜欢的工作，不少人1个月有几千元的收入。新疆就根本没有多利孔艾萨他们在国外胡说的集中营。